嚟緊星期六，馬會將會越洋轉播澳洲嘅東奔10000錦標賽馬日，以及英國嘅樂景傑錦標賽馬日，合共12場賽事。今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將會提供全部賽事嘅4格心水，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首先講嘅係澳洲，頭場開跑時間為中午12點43分。S1 第一場，1號國民樂派，呢匹來自歐洲嘅一級賽上名馬，喺度簡直係虎入羊群，血統顯示跑2000米絕對適合，可作二重彩膽。2號興致高，呢匹馬喺昆士蘭省出戰嘅表現較好，曾經喺1場讓磅嘅表列賽入 Q， 如果可以交翻出該仗嘅水準，有力一爭。3號臨場氣勢，呢匹馬確實馬如其名，氣勢甚強，連贏2場同程讓磅賽，今次上嚟挑戰讓磅3級賽，睇下實力可以去到邊度，要拖。4號棕樹攀天，呢匹8歲老馬，半年前仍然能夠交出好表現，值得尊重，唔好話佢。S1 第二場，1號虎沙日遊，前仗跑表列賽入 Q， 展現到足夠嘅實力，上仗跑場低獎金讓賽熱身，輕取對手，睇嚟已經為今仗做好準備，揀佢先。4號杯中列勁，今年表現非常好，火拍女騎師鍾煙少取得2勝，今仗用翻佢騎，預料可以放頭競跑，睇下帶到邊度，3甲要預佢。2號飛航圖上，連續2仗入 Q， 今次強配騎師高力德，抽埋內檔，要拖。5號夜半東京，呢匹後上馬，久休初出都會有好表現，睇下騎師顧文聰點發揮，遇啱步速可以殺晒，唔好畫佢。S1 第3場，東奔10000錦標，11號財不露眼，呢匹馬唔使睇近績，放得出就有權帶到，要揀先。12號花城日暖，由世一浪漫騎師麥道朗策騎，上年11月正就係呢個配搭，贏高獎金1級賽，今仗重施故技，有力爭勝。2號元勝期，上仗喺滿利谷馬場贏1級賽，實力唔使懷疑，但體力或者冇其他馬咁好，3甲先預翻佢。10號祖德堡，由澳洲新晉好手少良與策騎，擅長爆冷，有賠率嘅唔好畫佢。S1 第4場，1號確實協議，呢匹今屆澳洲打比亞軍，實力肯定係今場最高，用澳洲新晉好手少良與策騎，3甲穩陣。2號蓬萊仙傳，將會放頭競跑，賺到形勢，要拖。3號雷王，上2仗騎師發揮實在令人費解，今仗強配薛海華，肯定拼個明白，有力一爭。4號晉郎君，昆士蘭省主場嘅希望，體力比其他實力馬優勝，唔排除殺晒，唔好畫佢。跟住講嘅是英國，頭場開跑時間為晚上7點50分。S2 第一場3級賽亞斯頓園錦標，8號黃翼奇招，去年響呢個賽日勝出3歲馬讓賽倫敦金杯，之後接連響2級賽及3級賽上名。今年呢匹馬被卡塔爾團體或限利性收購，估計將會係呢個集團今季跑級制賽嘅重要棋子，要揀佢先。2號我愛惜，呢匹馬近期成績穩定，有中長路程根據，同呢堆對手跑依然有力一爭。3號鬥牛悍將，上仗勝出新市場的1場讓賽，今場唔使孭咁多磅，可以跑得接近。4號愛提村，去年數度響表列賽上名，響呢度有機會獲獎金名次。S2 第2場加拿分錦標，直路1200米。5號千萬小心，上仗響表列賽跑第2名，有咁好賽績支持，一定大熱，你要千萬小心。10號普夢，出道至今1勝3馬，3甲揀翻佢。6號高貴冠，上仗跑1006米取得第3名，睇下宿情係咪賺級數。8號強將士，2出2捷，評分不太遜色，係今場嘅黑馬。S2 第3場倫敦金杯，1號標燈，副磅最重，但係級數亦都最高，可作2重彩膽。7號成浪哥兒，練馬師家族對於部署呢場賽事非常有心得，而且血統顯示呢匹馬可以應付2000米，要拖翻一注。3號精誠所至，上仗角逐1場同場同程嘅賽事，取得第2名，係同程實力馬，有3甲機會。4號摩迪首領，雖然上仗輸俾1號馬標燈，響呢度都唔好畫死佢。S2 第4場樂景傑錦標，4號明演說唔使多介紹，去年先後勝出2場1級賽，大家都已經睇過，一定係揀佢先。7號飛星威斯同4號明演說互有勝負，但係休息得比較耐，擺做次選。2號聯星共舞踏入25年跑咗2場，取得2win，太在勇景。
9號古女神，呢匹馬女響3歲已經勝出年長馬1級賽，可以加入考慮，拖翻一注。S2第5場雌馬預賽錦標係限3歲馬女跑2000米表列賽。3號心花怒發，上仗因遠地而落敗。呢匹馬雖然唔係咁叻，但響呢度都有少少級數，三甲要預佢。6號麒麟天后，上仗角逐同樣係2000米嘅表列賽美保利錦標，得第3名，今仗排埋個一檔，有三甲機會。5號強烈抗議，騎師蘇兆輝過檔為呢個馬主執韁，一般會有好表現，睇呢匹馬嘅血統，增程一定適合佢。10號奇麗星，上仗作季內初出即取得同程勝利，大勝3個身位，要揀埋佢。S2第6場，香港賽馬會讓賽，跑直路1200米，呢場檔位係關鍵，大家可以結合臨場形勢再定策略。6號藝滿進，上季加眼罩連贏2場，上場冇用都跑得接近，可作二重彩膽。4號全隨機，上仗於來士達馬場出爭同程讓賽，末段從後趕上，輕鬆摘下頭馬，今仗可望交出相同表現。10號愛來臨，連續4場第2，今仗強配天下第一高手莫雅，拼個明白。9號飛步男孩，今年速程1200，跑得唔差，練馬師留翻呢隻，退出咗另一匹。講到呢度大家都明。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